呀？把你钱把你交呢？嘛，我这个呢，啥吧？俺那交来。某年，某年了好吧？包啥干交路也路了。啊，啥时代不一样？要也路了，你看把包去下的，包啥干交嘞？我这个那交啥路家的？交啥路家的？交多了地嘞，现在交路也搞门地包。哦，不是嘛，用啥地来用的？没嘛，有讲个毕业呢，交多呀，我属于多少回来的，不如去到西的也讲嘛。那差不多。房东嘛。包啥干呢？某年呢要交了嘞，家户家了嘿，没地包。这啥地来吧？下来哇。那是都不懂啊。哎，我都晓得了是吧？不问，这下来不弄啊，啥光我都得。来，啥讲路的，没嘛啥嘞，路边要家吃得起哦，家户的哈里吃得起。我是干的，交的。我光那某年就交来。对，啷地吧？哦，要得我，啊就，不要不要就这。